今仔日是连假第二天，各道有未少路段拢塞车，按算明仔载过昼了后，上北的车就会变多。那天气的部分，礼拜暗是准备要变天，西到全台湾拢会落雨，这气温嘛会变低，一直到后礼拜二才会转好。 5日连假第一天，伫国道5号往宜兰方向，伫边南交流道落来出口，至少有7台车反向驶去哩交流道，结果回头驶入高速公路。不过警方赶来现场时阵，只敢查到3台车。驾驶人均表示，系因坪林交流道南向入口封闭至误入出口匝道，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。 你讲快出来啊！然后就下个时阵，人伊就走阮遐去了。来到现场看，南北向的出入口，另外只敢拿一条双白线，车甲未驾驶拢辩解讲，迄人阵开到交流道的路口时阵，往宜兰方向放起来管制，临时切换方向，才会驶唔着向。这么大家就咧讨论标志标线敢无清楚。应该是假日比较没有在开、没有在注意的人才会，不然的话，你如果说你再仔细看一下，都是没问题。应该是有一台先走，大家跟着走吧。也有可能是因为廉价管制，大家想说这样方便啦，这什么都会有。前一天反向驶，过当天国道5号又发生突发事件，警方透早出动，伫头城段有一个人用行去哩快车道。 一个比较60岁妇人人讲，因为伊目睭无好，是无顺利行去哩国道。国道5号伫连假第2天，路南的南港到头城路段，把车多塞车。不过统计到下昼3点，路南西山磅空的通过量比去年同期减1.6%。高公局估计，初二规天国道全线交通量107万车公里。那明天是收假日。 主要会出现北返的车潮，使用西部国道的民众建议，如果是从南部出发，可以在9点前出发。所落来初三连假即要结束，包括国道1号上北苗栗到湖口、西里到埔咸；国道3号上北关西到大溪、南屯到后里；国道5号上北宜兰到平拿顶路段，过道了后有上北的车流。 一拿天气方面，气象署讲，礼拜暗会变天，一直到后礼拜二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温度也会小可降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